每次翻到香港咧，一係就濕凍啦，一係就失業，搞到個人咧特別容易水腫啊！我上次翻嚟香港咧，一條片都冇拍啊，因為咧我塊面咧腫到連自己都頂唔順啊，同埋呢個腸胃咧又會特別差啦，便便特別唔靚嘅。唔止香港啊，翻到泰國雖然天氣都冇咁濕，但係我哋24小時啊都喺有冷氣嘅地方入邊啊。加上泰國嘅飲食習慣啊，又重口味又油啊，成日都飲凍嘢喎。尤其係我啊，成日都眼腫腫、面腫腫咁樣樣啊，成日都想瞓啊，啲濕氣真係好煩啊！所以之前翻香港嘅時候就揾到一隻 Pure Vita 嘅去濕儀，佢係由註冊藥劑師推薦嘅草本去濕丸，可以做到24小時極速排水，同時幫你消滯、消浮腫同埋改善疲倦。仲有用家嘅實證，食咗30日嘅話，效果更加明顯。係啊，佢真係幫到手㗎。我食咗之後啊，真係覺得成個人都冇咁攰添啊，成日個浮腫感啊減咗好多啊。以前啊朝頭早起身成日眼腫腫㗎嘛，而家好明顯好翻好多啦。因為佢有3大重點：排水去濕，24小時幫你排走身體多餘嘅水分。調查顯示，93.8% 用家都感覺到成效。消浮腫有效舒緩眼腫、面腫、腳腫，仲有助改善排便唔順暢，提升精神，去濕同時補氣，改善疲倦冇力，翻工翻學都精神翻好多啊！咦，咁樣咪唔使成日再俾你鬧？如果想效果更加明顯嘅話，最好持續食3個月，可以真正幫你排走身體入邊積落嚟嘅濕氣，養成易瘦嘅體質。